咁就啱啱我出咗條片啦，就講下樓價嗰邊嘢嘛，講我自己啲睇法啦。亦都去講下我點樣去反駁一啲樓爆論嘅人嘅觀點啊嘛。咁所以今日直播咧就想回應一下當中，即係回應翻我條片嘅一啲留言啊。今晚就玩下啲樓市啊、樓價大辯論咁樣啦。咁啊，當中就會可能都帶大家睇下啲啦，即係客觀嘅一啲數據咧係點嘅咧。咁跟住同埋幾個唔同嘅一啲樓爆論嘅主要觀點或者因素，咁就去深入啲睇下，嗰啲嘢係咩嚟，有幾大嘅影響力，同埋我對嗰啲嘢發生嘅機會啊，或者個睇法係點樣咯。咁但係喺我講開前，俾個 like 我先啦，同埋俾 follow 嘅 friends 記得 follow 埋啦。喺講呢啲辯論之前咧，即係話樓價係升啊係跌啊，而家係點咧？最合理地係要大家有一個對現況嘅共識先嘅，即係大家都 agree，因為我係睇緊同一樣嘢，係嘛？即係你啊講 A 我講 B 咁樣，大家由頭即係由頭唔搭馬嘴，係咪可以叫九唔搭八嘅話咧，就冇乜意思嘅。咁所以不如我哋睇一睇啲客觀數據先。咁如果你唔 agree with 呢啲客觀數據都唔緊要嘅，你提出一啲更加客觀嘅數據，你睇緊啲乜嘢？然後我就再睇下嗰 set 嘢係啱用嘅先。咁但係我相信，如果你講香港樓市咧，最多人去睇嘅其中一個數據就係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啦。即係中原都係擺呢樣嘢喺第一版㗎嘛。咁呢一個咧，坦白講啦，你話佢係咪完整嘅全部香港樓價數據咧？唔係嘅，因為其實人哋玩嗰個機制咧，佢都係攞香港嘅最主要係二手添嘅。佢呢一度係講二手嘅私人住宅嘅價格。咁係100大啦，或者100個啦，唔可以100大添啊，100個比較大型嘅一個屋苑咁樣去整出嚟嘅。OK， 喺97年嘅時候7月1號咧，即係回歸啦，係嘛？所謂嘅回歸就係100點咁樣咯。有人連呢樣嘢都唔知㗎，即係佢覺得新樓嗰邊嗰啲銷情啊，或者有冇回傭咧，係影響到呢樣嘢。新樓嗰邊係唔關事嘅，OK？ 呢個數據係完全同新樓嗰邊嘅銷售或者作價啊成咧完全冇影響嘅。咁但係你話咁咪即係反映唔晒全部嘢咯？但係新樓嘅出價亦都影響到二手嗰邊嘅定價噶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我哋既然咁多年嚟都係睇呢一個嘅指標性數據，即係你樓價跌，你都係用佢嚟做 reference 話樓價係跌噶啦。咁點解而家樓價回穩甚至回升，你又覺得唔得咧？係咪？咁所以客觀啲。我就講啦，睇樓價咧，用呢一個做指標就 fair 啲。無論佢係高又好，低又好，但係至少大家講緊同一樣嘢先。OK， 咁樓價就係個走勢就係咁啊嘛。喺嗰陣時21年係創咗一個歷史新高，191、192咁上下啦，大概咁上下。佢 pop 唔晒每一個禮拜嗰啲數出嚟嘅，但係我記得190頭咁上下嘅。跟住之後就一路跌落嚟啦。咁3四年間就跌咗。講緊其實3年間主要，因為佢高嗰下係2021年嘅年尾啊嘛，2021年嘅9月10月嗰位做新高嘅，跟住之後咧就一路跌落嚟，去到上年定今年年頭咧係見過134啊，見唔見到？今年嘅3月134點幾，近住135嘅，呢一點應該接近最低啦。跟住之後咧就慢慢反而升翻上嚟 ，OK 140咁上下，而家啱啱出埋咧142。咁滯，咁即係話由低位嘅135左右咧，升咗5%，由低位比對而家應該平均地大概升咗5%，或者由高位比個幅度比就係3點幾咗咯，大概係咁嘅水平。樓價呢一年咧，喺過去啱呢一年咧，就係冇跌，反而升咗。咁所以樓價，我哋首先要確立咗一樣嘢，就係已經係平咗一年噶啦，至少平咗一年。甚至如果你拉前啲嘅話，可以話係再平得多啲。即係如果你而家已經142咧，其實係講緊年幾啊？而家個樓價就同年零前差唔多，咁我哋就會話而家個樓價就 flat 咗啦，或者你所謂嘅 L 啦，跌咗落嚟之後平穩發展 L 型咁樣。咁呢個就係樓價嗰邊嘅一個指數嘅表現啦。而我嗰陣時講嘅話咩最睇比圖表派，就係因為今次係咁樣，相對地咧係叫平均地跌落嚟啊。同97嗰個好唔同噶，97嗰個係第一年已經斬一半啦，見唔見到啊？由100點斬到去50點樓下噶，所以你兩樣嘢係唔可以相提並論噶。跟住之後佢再用多5年時間先跌另外嗰20% 嘅啫。嗱咁啊，樓價就睇呢個租金，都係睇城市啦，即係都係睇中原城市租金指數。租金係創緊歷史新高嘅，
之前應該係冇試過見到129咁上下，咁我估佢去過埋10月應該可能分鐘見到130噶啦，好 steady 咁樣升緊上去啦。之前就新高佢一路撲街撲落嚟啦，社運啊，跟住之後 Covid 啊咁樣，咁由高位比跌咗2成左右啦，差唔多10幾20% 啦。跟住之後就喺個低位，2023年頭咧就一路升上去啦，升咗2年幾，差唔多3年啦。而家租金就係咁走勢。咁如果你有租緊樓嘅人，你就知咩事啦。出邊個租金又貴咗好多啦，亦都有時好嘅盤就好快俾人搶咗去添啦。即係如果你去睇租盤，你唔落訂，咁你諗住翻去諗1-2個禮拜咧，就隨時冇咗個盤噶啦。咁而家大概就係咁嘅情況啦，租金嗰邊。咁俾你哋睇多一個數據。嗱，呢個直頭政府嗰邊啊嘛，土地註冊處咁睇到嗰啲咧，嗰個買賣合約個統計數字，即係簡單嚟講就係真實嘅一個樓嘅成交量啦，一手加二手嘅。嗱，之前咧佢睇到5年啊嘛，21年嗰年係好旺嘅，21年嗰年個總數咧7萬幾嘅，係近年嚟最大成交嘅一年嚟，跟住之後就開始撲街啦，即係樓市就進入冰河時期啦，價量齊跌4萬零。即係22、23就係樓市最撲街嗰2年啊，跌得好快嘛，價量齊跌。跟住之後24年就開始回穩，就個量升翻上嚟啦，53000。今年埋單係幾多咧？似乎應該係6萬樓上，因為佢啱啱呢7個月都係5000幾。咁然後通常年尾咧個數係有機會再大啲添，但係就算唔大啲都唔緊要，佢 keep 住5000幾，佢最尾埋單都大機會係6萬嘅。即係今年係年頭少啲嘛。但係之後每一個月都係好平均地係有個成交量喺度，咁所以埋單我估接近6萬或呢啲水平，就係近年嘅新高啦。即係21年打後就係佢最高嘅一年，量升 OK 價咧，咁下邊睇埋咧佢成交個總額嘅可以，咁你見到撲街嗰幾年咧個價，即係又好嗰年啦，21年量又高價又高，到22年。呢一度係7000幾億，如果冇數錯嘅話，佢係8萬嚟咯，後邊就6個零，7000幾億。22年咧，差唔多賺一半，23年真係賺一半咁滯啦。OK， 即係個量已經唔係好多，個價仲要少一截啊嘛，咁所以差唔多賺一半咁滯。跟住24年就 pick up 翻啲啦，量多翻啲啊嘛，個價合理啦，咁所以呢一度升翻上去。今年好大機會咧，應該係5000幾億，今年應該係5000幾億咯，我估埋單。價量都升，價升得少啲啦，量升得多少少。今年似乎咧個成交啊，即係個市場形態就係咁啦。OK， 就係個樓價已經由低位回升翻少少，租金創緊歷史新高，成交數字創緊近年新高，即係21年之後樓價低潮之後嘅一個成交新高。呢個就係我哋暫時見到市場上嘅一啲數據。客觀啲嘅數據啦，咁即係我都係嗰句啦。如果你唔認同嘅話，你請提出你另外一 set 嘅數字，而係真係要好客觀咁比較到好多年嘅。如果唔係咧，我哋就應該 base on 呢啲嘅數字咧，去繼續我哋嘅討論或者辯論乜都好啦。OK，咁我哋就講下一啲樓爆嘅觀點啦，或者有啲人留言去話俾我聽，喂，屌你都冇講呢啲嘢。OK，咁我就喺度講下，然後就講我嘅睇法或者我嘅反駁啦。第一個嗱，我上年都 miss out 咗呢一個觀點嘅，唔係我 miss out 咗，而係因為我冇將呢樣嘢擺得太 serious。喂，嚟緊個樓私樓市場，尤其是一手嗰邊都仲係有好多供應嘅，係講緊有10萬嘅潛在供應，係準備喺3-4年內推出嚟個市嘅。咁呢啲供應係可以推冧個市噶嘛？你點解唔將呢樣嘢 take it into 即係 consideration 咧？唔去考慮下佢咧？咁其實我又係有睇，即係上網 search 過啦。咁就話根據房屋局嘅數據咧，截至到2025年6月底為止咧，未來3-4年潛在供應量咧就大概為101000個。嗱，咁呢個數字係跌緊落去嘅，呢一年咧係跌緊落去，即係之前仲多啲，好似11-2萬咁滯嘅。咁而家已經叫消化咗一啲啦，可能係啦。咁所以就而家係10萬左右，3-4年內會推到出嚟。即係平均地嚟講，一年都可能要有2萬5至3萬5左右啦。即係如果你要清洗呢批貨，一年要有2萬5至3萬個單位要賣到啦。咁一手市場有冇咁大嘅呢個力去吸收晒佢咧？Probably not 嘅，係啦，即係好大機會冇。因為就算旺嗰一年咧，2021年咧，
一手嗰邊嘅成交咧都係得17,000左右嘅啫，而17,000已經係近年嘅新高嚟噶啦。咁我就算當佢喂唔係而家個市再旺咗啊，同以前比更加旺，啲人好中意買一手嘅2萬好未？咁都清唔晒嘅，咁都清唔晒嘅。OK， 咁變咗做就係啲貨尾紮咗喺度咧，有機會發展商就等錢使，就同你去劈價，咁就會推冧個市，就即係好似啱呢過去嗰2、3、4年發生嘅事咁樣啦。主要嗰啲劈價出現咗喺一手嗰度，令到二手市場都要斬先可以賣得出啊嘛。我係點睇咧？如果由經濟學嚟講咧，我係睇需求嗰邊嘅數據多過供應嗰邊嘅。供應我覺得通常係被動嗰樣嘢，需求嗰邊係主動嘅嘢嚟嘅。咁所以我往往都係將供應嗰邊嘅 factor 擺得低啲。咁而供應呢樣嘢你都要睇晒嘅。喂，係睇如果齋睇呢3、4年嘅數據咧，好似係一個不利嘅因素。但係如果你再拉長啲咧，唔好意思，我就要問大家，過去呢2、3年，你有冇印象有邊塊地係成功賣出嘅？我哋以前個政府一年賣地收益係1000幾億，好嘅年份1000幾億。即係點解而家有咁多嘅樓可以嚟緊供應出嚟？因為以前賣好多地啦，咁所以就有好多供應會嚟緊出嚟啦。但係過去呢2、3年咧，係唔係好賣到地嘅？真係出到街嘅地皮私人樓咧，同以前比咧少一半以上。咁所以你好快就會點咧？你見得到啊，3、4年可能有好多供應，因為之前有3、4年賣好多地，但係緊接住之後嗰2、3年咧，會有一個供應嘅斷層出現，係就算可能佢買咗地翻嚟都唔起樓，咁嗰個叫咩？即係香港好少叫爛尾樓啊嘛。咁嗰個我諗都唔係爛尾樓啦，掃管法啊嘛，話停工咗差唔多1年，都仲係冇繼續去行落去。咁嗰個唔係大問題，因為佢冇賣出去噶嘛，好似佢即係嗰個唔係樓花嚟，冇賣到出去俾人。但係佢自己個地盤就唔夠做落去咁樣啦，就 hold 咗喺度。係因為我 hold 個爛地個 cost 係低過 hold 一個完全成熟嘅樓盤啊嘛。咁所以個發展商就覺得唔係喎，咁咪拖咯，拖得1年得1年，等個樓價穩定咗，或者甚至回升到咁先賣嘛。咁所以如果你睇3、4年就係10萬，但係如果你睇5、6年咧，可能都係得11、2、3萬嘅啫。你睇多2、3年，佢之後個供應會緊張咗嘅，反而因為發展商冇乜買地啦嘛，啲地亦都唔去咁快起樓動工啦嘛，拖慢嚟做啊嘛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拉翻再長線都要睇咧，其實個私樓供應係咪真係會壓得死個樓市咧？又似乎未必係真係咁嚴重，因為佢有機會將呢10萬嘅供應咧，慢慢再去叫做咩啊，拉長啲。反正之後佢都冇供應，咁我唔使咁快，即係除非我好叫咩啊，好急住要撲水。如果唔係，我唔需要咁快喺3、4年內買 Q 晒啲嘢噶嘛。咁你聽過有啲貨尾係可以10年噶，佢咪慢慢賣咯。我真係好價，我咪先買一個，因為我係得咁多貨啫，我賣完就冇噶啦嘛。嗰陣時叫啲咩九龍站嗰啲啊，尖沙咀嗰啲啊，係嘛？嗰啲可能講緊10年都仲有貨尾，一間一間咁賣噶嘛。咁所以咧，供應嗰邊真係話有10萬嘅潛在供應，係咪對個樓市有好大壓力咧？我係唔係咁認為。有發展商係有問題，即係個財政，但係你都見得到就係香港政府係會攬佢，揾啲銀行一齊去攬佢啦。咁所以佢係咪會死得咧？大嗰啲似乎應該唔大機會會死得。即係你見到新地係咪新地？新世界係咪新世界？即係佢咁樣都死唔去嘅話，咁你知道大嗰啲一定唔會俾佢死啦。細嗰啲可能死，大個問題唔係好大嘛，影響唔係好大，即係唔會造成一啲叫系統性風險。咁 that's why 我係覺得，尤其是嚟緊可能個息口個利息壓力都會慢慢下降翻啦。咁所以呢一個供應都係偏大，一手嗰邊啦，偏大問題壓得死嚟緊個樓價咧，似乎就已經過咗最差嘅嗰段時期咯。咁好啦，咁講都係同供應有關係嘅觀點。另一個觀點亦都比較多人提咧，就係喂，你都要睇下嚟緊政府做啲咩噶嘛？嚟緊政府都喺度不斷話咩開發大西北嗰啲咁樣嘛，即係北部都會區啦，嗰度有一個超級大嘅供應喎。咁嗰啲又會壓死個樓價嘅喎，係咪？即係又係供應嘅問題啦。咁我就去睇一睇啲 detail 先。咁其實咧，北都咧，佢成個計劃咧，就應該會係講緊咧發展一個好大嘅商住嘅一個項目啦。咁預計住宅嗰邊咧係有機會咧新增到幾十萬個、50萬個住宅單位喎。講緊50萬住宅單位，即係住百幾萬人入去啦。平均一個家庭2.3咁上下啦。
OK， 住百幾萬入去喎諗住。咁好啦，咁呢一個嘢出咗嚟啦，即係而家好大機會會做啊嘛。咁呢一樣嘢如果真係發生嘅話，係唔係或者呢一樣嘢出現係咪真係會推冧個樓市咧？係咪會令到樓價跌到5、6、7成咧？咁我講我睇法啦。首先呢一樣嘢咧，北部都會區而家都仲係一個計劃，而佢係一個非常長嘅計劃，可能講緊前後會橫跨10年甚至更加耐嘅一個時期。所以佢就算有咁多單位，佢唔會一下推出晒，佢都係滲好多年慢慢推出嚟嘅啫。有唔同嘅 phrase 嘅，呢係第一樣。第二就係佢而家未係真係落成去做，即係佢而家都未去到真係會撥款啊，跟住又去做。佢撥款都未撥噶嘛，係咪？但同埋佢都未必撥到款啦。而家香港咁嘅財政，咁亦都就算喂，好似真係會做咯，做晒啲前期咩研究性，明日大嶼都死咗啦。香港政府有一個特色就係佢最大嘅 project， 如果唔可以喺佢自己個界做，一要跨界咧，係好容易胎死腹中，或者變樣變得好緊要嘅。講到好多樣嘢俾你聽噶啦，我已經講過俾你聽，包括就係嗰陣時關於保險嗰邊嘅醫保改革，唔係自願醫保嚟嘅，本身係諗住係強制嘅，同埋仲有好多嘅內容消失咗，跨咗界嘛。去到下一屆佢就冇啲咁嘅 obligation 同你做翻嗰啲嘢噶啦，跟住揾個大家都接受到容易啲過嘅態度過咗去算噶啦。自願醫保 OK， 跟住之後明日大嶼啦、環保啦、膠袋徵費啦 OK， 咁點解 why not 而家呢個北部都會區唔可以係有改變呢？我唔好話佢胎死腹中全部嘢推翻晒啦，佢中間有改變係好有可能嘅。因為去到下一屆佢嗰個嘅 obligation 就冇上一屆咁大。第二就係你要睇下盤財政嗰盤數係點噶嘛。財政如果我真係 finance 唔到，即係舉個例，我呢一嚿嘢我肯定唔可以靠政府嘅 pocket 佢有嘅錢去 fully finance，因為呢一個係講緊過萬億嘅 project 嚟，過萬億港紙嘅 project。香港而家個口袋咧剩翻幾千億嘅啫，即係唔計佢其他嘅儲備啊，真係計財政嗰個盈餘嗰盤數得幾千億嘅啫。即係話一定要發一個好大嘅債，唔知點發係啦，先可以 finance 到呢樣嘢。佢而家個發債規模係1年幾百1千嘅啫，佢點樣 finance 一個過萬億嘅 project 係好難。咁所以佢有諗過咩同私人市場去夾份發啊，或者係 MPF 嗰邊都有機會去睇下可唔可以喺嗰邊 good 到水啊，成可能嚟緊搞好多嘢，但係佢搞好多嘢唔等於一定做得到。咁所以而家佢仲係有好大變數，係咪真係推出到50萬個單位咧？佢有機會最尾係單 size 嘅，規模縮細，好合理。改用途亦都好合理，即係我想用呢個用途推出去。舉個例，啟德嘅跑道區，或者成個啟德都係發展區。喂，本來好多商業地皮啊，淨係起酒店啊嘛，冇 Q 晒啊，變晒做住宅啦。咁成件事就唔同晒噶啦，另外一樣嘢嚟啦。OK，咁其實好大機會咧，如果佢個 planning 係咁樣，但係最尾啲人唔響應或者唔 buy 呢樣嘢咧，嗰啲商用嘅地皮咧就會變成咧住宅噶啦。咁本來佢呢個項目係諗住點咧，整一個好大嘅商住嘅一個新嘅都會啊嘛，有商業有住宅，咁嗰啲人買得嗰度就可能喺隔離翻工嘅啫，諗住係咁噶嘛。最尾啲人唔響應你，唔搬啲公司過去，嗰度嘅商業元素唔夠高，等於你天水圍，喂，屌天水圍嗰啲人係咪喺天水圍翻工啊？係咪屯天元翻工啊？唔係噶嘛，好多都係出翻去市區嘅。如果佢嗰個商業元素唔夠多工作機會，其實啲人都係出嚟翻工。咁變咗做佢嗰度唔會起得到咁多寫字樓啊。嗰啲咧就會慢慢變翻做住宅噶啦。咁變咗做就純住咁滯噶啦，成個區域變純住。純住你就要睇另外一樣嘢咯。純住有私人市場同埋公營啊嘛。咁公營政府搞嘅啫，私人市場就要睇下呢一度呢笪地係咪值咁多錢，我去投資啲人，我喺我度起啲私人屋苑出嚟，係咪消化得到先啦？喂，屌你50萬個，我當你其中係10萬個係私人單位啦，10萬個係好撚大，要幾多年先消化到啊？我啱講全香港一年都係消化緊1零2萬個啫，probably 10萬好多啦，好冇？咁唔好10萬啦，5萬個好冇？喂，5萬個都係好多，都好難消化。喂，最尾呢一啲嘢，私人嗰邊係咁單 size。私人嗰邊嘅參與度就會非常之低，好大機會呢度講緊幾十萬個單位咧，最尾全部都走去起咩啊？以公屋居屋為主咯。即係而家香港嘅嘢，你啟德嗰邊都變咗做咁啊！我話俾你聽，啟德都變到咁，你呢個北都點會唔變到咁啊？你香港有幾多總部會調咗過去嗰度啊？你政府有幾多總部會調過去啊？政府嗰啲人啊，去住開港島區，
九龍區都唔會想同你走去嗰邊翻工啦，咪最多調啲細細地嘅 department，睇下邊個差書要過去咯。你稅局新嗰棟大樓喺啟德嗰度，會唔會調過去嗰度啊？不太可能。所以咧，最尾呢嚿嘢，佢嗰啲咩地理位置，好大機會冇乜私人市場會響應，響應你都係俾下面嘅啫，俾面派對嘅啫。咁嗰度嘅樓價，即係因為佢冇嗰個商業元素，樓價就唔會好值錢噶啦。咁佢咪同其他而家嘅新界北嘅樓價睇齊咯？新樓都未必有1萬啊嘛，而家係嘛？即係嗰啲再推返出嚟一手1萬蚊都未必有。喂，1萬蚊都未必有，咁你諗住賣地賣幾多錢俾啲發展商呢？如果你個地價2000蚊一尺，佢冇利潤咁滯噶咯，建築成本都4、5、6千，睇下佢點起4、6千，仲有其他嗰啲成本有幾百、1000。如果你地價2000蚊，佢唔會買嘅，佢冇利潤嘅，起呢嚿嘢。就算我當你喂零地價好唔好啊？零地價，喂我而家唔使。但係首先零地價好唔合理咧，因為其實佢主要就係靠賣地去賺錢先可以 finance 個 project 啊嘛。咁所以零地價係唔合理嘅。咁但係假設你零地價都好咧，其實個利潤都係好微，都未必 justify 到個風險。就係喂我咁 Q 多私人嘅屋苑喺度推出嚟，係咪真係有人會買啊？到時你會唔會好似話去個啟德嘅跑道區咁樣，大家一齊割喉啊，大家一齊賣唔出？嗰個咁嘅地段你都要割喉喎，搞到2萬蚊一尺都賣唔出喎，地價都15,000、16,000、17,000喎，跑道區。而家你呢邊可能割喉割得仲緊要喎，咁所以我覺得最尾咧，大家都係諗住，喂，玩少少應酬下你算，唔會真係瞓身瞓落去呢一個所謂嘅嚟緊10年最重要嘅一個地產嘅 project 咯。咁其實點解會係咁啊？因為如果你香港個商業核心而家都仲係maintain緊喺港島區同埋南邊嘅九龍啦 ，OK。如果你個商業核心都仲係喺呢啲地方，維港兩岸唔喐嘅話，咁其實你喺個邊皮度起啲鬼城出嚟，哇，好多單位啱食，你真係對個樓市樓價會有好大影響咩？你對核心區嘅影響唔係好大啫，反而你喺附近嗰啲新界嗰啲樓盤咧，嗰個影響就好大。即係呢個就係我嘅睇法。所以喂，起個咁大嘅供應啊，北部都會區幾十萬嘅單位，對樓市有冇影響呢？有限。對即係對附近嗰啲盤咧，個影響就好大。但係對港島啊，對九龍嗰邊嘅影響咧，相對地細。只要香港嗰個核心商業核心都仲喺嗰度，冇搬到過去嘅話，而我而家就買佢，我就睇死佢啦。因為你唔係衰咗鑊噶啦，你喺新界北嗰度搞嘅嘢，基本上都係死嘅啫。佢乜乜城、乜乜城啊、科技城啊咁樣 ，OK， 全部變晒鬼城。咁而起一個咁嘅鬼城出嚟，對核心區樓價有幾大影響呢？你哋可以參考下，呢樣嘢唔係第一次發生嘅。北京嗰度都玩咗樣咁嘢噶嘛，係嘛？北京嗰度有樣嘢叫雄安新區啊。你有冇研究過雄安新區？我就冇嘅，我冇研究嘅。我啱輕輕揾一揾啫。雄安新區嗰個 area 佔地好似仲比香港更加大嘅，1000幾2000平方公里啊嘛。雄安新區係一個好大地方嚟嘅。咁而家大家都知道佢最出名咩？係鬼城啊嘛。但係佢入邊啲嘢好靚噶。如果你可以睇下佢嗰啲 YouTube 咧，search 雄安新區咧，入邊啲嘢好靚，但係就係冇人住，唔夠多人搬入去住，搞到佢嘅 maintenance 都好頭暈嘅而家。咁起一座咁大嘅鬼城出嚟，對北京嘅樓價有咩影響呢？甚至有冇影響呢？咁你可以去研究下，因為佢同北京唔係差好遠嘅車程嘅咋，個零鐘嘅咋。咁如果起一個咁大嘅 project， 起一個新嘅北京出嚟咁滯，都對北京嘅樓價唔係真係好大影響呢？咁我就睇唔出呢個北都起咗出嚟，真係對成個香港嘅樓市有幾大嘅打擊性影響啦。即係你要知道樓價要跌5、6、7成呢啲係叫打擊性影響嘛，我就睇唔出。Christine 就話中環都難租出，何況北都？係啊，其實你仲要考慮就係，其實佢一定唔會行到商業㗎，因為而家你香港嘅商業嘅房地產供應係過剩嘅，即係無論係寫字樓啊、酒店啊、商場呢啲咧係過剩嘅。你市區嗰個空置率都可能講緊係 double digit 咯，10幾% 以上嘅話，你點會喺嗰度？即係當你九龍灣嗰啲靚靚嘅商業嘅 office， 我唔知個價係幾多，但係 probably 可能就係30蚊左右。即係當九龍灣都可能係30蚊，咁你點啊？你唔通你10蚊啊？你10蚊啲人都未必會擺你嗰度嘅喎。講真句，
再講另外一啲觀點啊，即係有人就上年都有留啦，咩習大大就要房住不炒啊嘛，你點會覺得樓價係有一升嘅咧？咁我就會覺得就係，屌你聽佢嘅口號，佢覺得個世界就會咁發生咩？即係呢啲口號聽嚟有咩意思啊？如果佢講嘅嘢就會實現到嘅話，咁雄安新區嗰啲樓着咗燈未咧？雄安新區係佢親自指揮嘅，佢親自指揮都而家都仲係鬼城，幾落佢面啊？係嘛？如果你講話習大大好大影響力啊，呢啲嘢點樣撳得住啊？成你等佢個雄安新區着咗燈先講啦。OK， 同埋房住不炒嘅意思唔係唔俾樓價升啊嘛，唔俾佢炒嘅嘛。正常都可能有少少通脹係嘛，即係一年升1-2%唔係好過分啫係嘛。OK， 好，第四個就係嚟緊香港嘅經濟會非常之差。OK， 咁所以經濟非常之差，就當然有機會個樓市都會非常之差啦。舉個例就好似03年咁樣嘛，03年就哇大佬沙士嗰陣時，我去淘大10間鋪9間閂，開過一間一日都開唔到一單生意咁滯嘅，即係嗰陣時喺仆街度咁啊嘛，咁你梗係好受打擊啦，成個地方咁啊，所以 that's why 樓價就跌到落去7成啊。但係你要知道就係03年嗰個背景係咩啊？係因為97年嗰個樓價爆破，咁所以佢一下就已經斬一半啦，跟住再用多4-5年先跌嗰2成出嚟嘅。嗰4-5年係發生咗啲咩事啊？首先就係董建華出嚟話要85000啊嘛，85000唔係個總數嚟嘅，嗰陣時係咪講一年要起85000個單位啊 aim？ 我記得應該85000唔係一個總數嚟嘅，係講緊一年要 aim 到85000個單位提供出嚟，就一嘢推冧咗樓價，個信心完全崩潰啊嘛，因為太大供應嘛。咁佢後尾就話85000完全冇出現過啦。OK， 跟住中間又有其他股災啦，科網股爆破嘛，股災啦，跟住之後恐襲係嘛911啦，咁呢對香港有少少影響，唔係好大影響。跟住然後去到03年嗰一下致命傷就係 SARS 嘛，SARS 就係香港係最大打擊嘅嗰個地方嘛，全世界 OK， 即係中國唔知啦，封鎖消息，但係香港就係全世界都知，即係有機會過唔到聽日㗎，死咗幾百人嘅一個災害，係咁樣嘅 result 先跌到去7成咋，OK 啊？咁你而家香港係經濟會差，但係中間有幾多嘢累積咗係咁大鑊先？因為我哋見得到發生晒嗰啲嘢咧，就已經反映晒而家喺個價度啦，就係3成樓價就係由高位比跌咗3成，就係你嗰啲 ABCDE factor 全部加埋晒做晒，即係國安法啊、移民潮啊、跟住 Covid 啊、跟住而家仲有執笠潮啊，全部嘢發生晒，我哋就係得出而家呢個綜合嘅結果，就係過去嗰一年樓價係冇跌到，升咗少少，咁所以咧。經濟差呢樣嘢其實已經部分反映咗喺而家個樓價嘅表現上噶啦。我係認同咧，而家基層嘅經濟係非常之差嘅，即係有一批人係可能供都保唔住嘅，有幾個 sector 特別仆街嘅，零售啊、飲食啦、建築業啦，呢幾個行業就 probably 就有多啲嘅，但係至少呢幾個行業咧係好受打擊，但係唔係行行都係咁差，尤其是買得起樓嗰啲行業，唔係真係好差。你要知道就係咧，即係我喺呢條片都講過，樓價唔係由一班窮人去主宰去左右，係由一班相對有錢嘅人去決定。係因為如果你一個月搵2-3萬，其實你係好難喺香港買樓嘅，唔係好係你個 market 嚟嘅。咁所以如果你份工受影響咧，會唔會令到個樓市因為你受影響而受影響咧？係唔會，因為你本身都唔喺個 market 入邊啊。香港樓價要受影響係真係可能嗰班高收入嘅人。佢哋份工保唔住，供唔起樓，要賣樓保住自己條命，咁嘅情況下先有機會左右到嗰個樓價。咁點解啱啱嗰幾年個樓價跌得咁急？就係因為好多本身有樓嘅人，包括我在內，放樓啊嘛。你一放樓，你個樓市無啦啦出咗幾萬個供應出嚟，一齊去搶客仔，咁你消化唔到，咪慢慢捱價劈價，咪就係咁樣咯。即係呢個就係移民潮點解會咁短期內令到樓價跌到2-3成嘅一個原因，就係因為谷咗幾萬個供應出嚟，大家急住去放手，同一手市場一齊急住去割價嘛。咁但係而家唔係，而家你有樓嗰班人好多係有實力嘅業主，咁買得起嗰人佢份工嘅唔係好大，又唔係好受影響，甚至有啲行業係創新高嘅時候，你樓咪俾嗰班人托翻。但係你真係嘅，即係香港好似一個平行時空咁，你本身低收入嗰班人、基層啲嗰班人咧，可能係suffer得勁過揾錢勁嗰班人，即係。我知唔好聽嘅呢啲說話係慘嘅，
但係好似係行緊兩極化咁樣咯。我真係純粹評論咁去同大家講。有個 comment 就喺度話：喂，屌！如果又有錢人去主宰嘅話，咁點解鋪市嗰邊會跌得咁撲街啊？我話由嗰啲人去主宰個意思，即係話，如果嗰啲人受影響咧，就會喐到嗰啲嘢啦。咁鋪市嗰啲人好受影響啊嘛，因為佢冇客啊嘛，冇租啊嘛，直頭完全租都收唔到，咁點供啫？係嘛？即係唔好話個價跌咗咁多，佢供都供唔起，跟住變晒做銀主盤噶嘛。個意思係咁啊嘛。但係你喺香港樓，我當我買層樓翻嚟係出租先啦，會唔會租唔到啊？創緊新高喎，係咪？你最多可能要補少少錢啫，但係至少你一定收到個都合理嘅租金啊嘛。咁所以住宅嗰邊係相對商業嗰邊係硬淨好多咯。同埋有幾行揾得到錢嗰啲行業係今年係創新高，金融、保險同錢相關嘅行業今年有機會係創緊新高。點解我唔知？可能係大陸仲有好多錢走緊落嚟，係啦。但係總之就係因為有一班咁樣嘅人嘅存在，再加埋大陸嗰批錢咧，係真係托起嗰個市咯。咁你都識講啦，咩啟德嗰啲而家係大陸城嚟噶嘛？咁有3至5成新買家又好，或者係啲二手交易可能都係大陸人買嘅。但係個問題就係，咁佢哋係托緊個成交嘛，亦都同時托緊個樓價嘛。即係 meanwhile 你哋有一班人可能係經濟嗰邊係 suffer 得好緊要嘅，供都未必保得住，但係個樓價就俾另外一班相對地多啲錢、高收入嗰啲人托起咯。喂，同埋你要記住就係咧，我哋一年係5-6萬成交咋，即係我唔使300萬人，大家都好好噶。你只要當中有50萬人係相對好啲咧，其實可能個樓市已經係幾穩定噶啦。因為你有貨掟出嚟咧，係得百零萬人啊嘛。咁但係嗰啲人唔會無啦啦掟噶嘛，即係如果佢自住樓，會唔會無啦啦掟貨出嚟噶嘛？你跌啱啱嗰幾年跌得咁仆街，佢都冇掟，點會而家掟啫？係嘛？咁所以其實樓市咧，好坦白講就係一個叫超穩定結構嚟嘅。其實好多地方嘅樓市都係相對地係超穩定結構嚟。你買咗樓之後咧，你係變成建制一部分，你冇咁容易甩，你亦都唔想樓價跌，係咁樣嘅。咁你就會好努力去做嘢，盡力去保住你嘅收入，去繼續供佢。但係你冇樓嗰班人就另計啦，嗰班人就可能反而個 fluctuation 會大啲。咁好啦，有另外一啲網友就話：喂，美國會追住香港嚟打嘅，香港一定冇運行嘅，死緊嘅。OK， 咁我嘅反應就係：屌，過去幾年美國幾時有停過啊？過去幾年一路都有制裁緊香港啊，呢樣嗰樣成啊，咁樣嗰啲晶片咁制定，冇香港份咩？一樣有噶，呢啲嘢完全冇停過。但係點解啱啱過去呢一年個樓價跌勢會停咗嘅？但係佢啲措施一定有，都繼續有噶。特朗普上場嗰啲關稅啊，成嗰啲香港冇份咩都可能係有噶嘛，係咪？都關事嘅。就係因為喺眾多令到香港樓市跌嘅因素嚟講咧，美國佔嗰個因素咧影響係非常之細嘅啫。咁同埋香港嗰個構成咧，其實而家即係咁多年嚟已經係好大陸化，唔係真係有好多美國資金喺度，尤其是擺喺房地產嗰啲，未必真係咁多。商業嗰邊可能多啲，住宅唔係好多。咁所以咧，美國嗰個因素你唔應該放大嚟講，因為嗰啲嘢一路影響緊噶啦。但係唔係嗰個力去推冧過香港樓市都主要，除非咩咧？除非金融戰，除非美國直頭要同香港或者中國打埋金融戰，封 Q 埋香港，你香港嘅資金係進出係完全係做唔到啦。否則對香港個樓市，即係要而家做緊啲措施有成咧，對香港個樓市影響就好有限。赤馬紅人定唔知乜嘢，加埋七師傅都話台海打仗，嗱呢一個係最大隱憂嚟。即係喺咁大，即係如果你平穩發展嘅話，我就唔係好信樓價會跌到5成啦，唔好講7成。我係覺得 L 型嘅啫，嚟緊3年可能係微升，可能幾個 percent 咁上下啦。咁但係如果有一樣嘢發生就即刻撲街，即時撲街嘅，講樓先啦。咁就係如果習大大決定要打台灣咧，咁無論係打贏定打輸，無論美國參唔參戰咧，咁香港同埋中國都好大機會俾人制裁啦。即係你睇翻俄羅斯呢一段咁樣嘅發展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香港俾人封鎖金融呢邊嘅嘢咧，所有資產都會大蒸發啦。即係呢個好合理嘅，即係斬2、3、4成唔出奇。咁但係又咁講就係，如果發生呢件事咧，我唔相信港樓係跌得最多嗰樣嘢咯。OK，因為自住點都有一個好大價值喺度，但係你股票啊，或者係其他債券啊，或者其他資產咧，可能佢嗰個打擊會仲大嘅。即係你揸晒現金就另計啦。OK，或者你揸晒港紙，你唔好揸美金啫。你美金都唔知搶唔搶得翻錢嚟用。即係其實今日呢一個都係純粹係講下唔同嘅議題嘅觀點嘅啫。咁唔係真係好 officially 平時嘅一條片嚟嘅。但係我想講就係，即係我聽咁多嗰啲樓爆論嘅
理論或者觀點，我覺得都唔係真係好擺得到而家客觀嘅數據入去站得住腳。咁我就，但係嗰啲人都係繼續講嘅啦，即係咁佢啲觀眾都係想聽呢啲嘢嘛。但係即係我可以 guarantee 俾你哋，就係我係冇任何利益關係要去講 pro 樓市或者踩冧樓市，我真係睇客觀數據去評論呢一件事咯，盡量。咁希望俾到啲 insight 大家啦。而我坦白講就係已經過咗近期最低，你有機會買到最平嘅樓嗰個機會。我上年去拍嗰條片嘅時候，我都講就係話嚟緊就可能係最好嘅一個機會。你有機會出到去街，即係雖然樓市都係叫跌30%，都係啲時間徘徊。但係上年個氣氛差，因為佢跌咗3年，你出去同人哋買樓咧，你有機會坐到去5% 價，甚至更加多，坐去幾廿萬，個空間係喺度。但係當你個樓價穩定咗之後咧，即係今年3月打後穩定咗之後咧，你而家出去你試下坐人價，睬你有味啊佢，即係佢而家變咗做係多人出嚟睇樓，多人出去未必敢還你價啦，即係啱價買咁樣算。而家個市場個氣氛就變咗做賣家嗰邊就唔會咁樣俾你去嗌幾十萬，即係喂減一減啊，減咗幾廿萬啦，就應該少咗呢啲咁樣嘅事會發生咯。咁但係 anyway 啦，唔緊要啦，即係如果你哋講真具有自住需要嗰啲，你自己諗下咯。如果即係自己買緊樓嘅，唔係好關事啦，即係我唔相信你會無啦啦就去放咗佢。咁但係係咯，如果你真係睇緊樓嘅陣嘅，你自己諗下究竟咩 moment 你去做呢個決定咯。前提就係你份工要 OK 咯。係咁多，大家早啲休息，香港人加油！